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坤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咱顶礼拜有讲到中国华语和台湾的华语互相讨论的代志。啊，久一摆咱即马来讲一下，咱生活中咱常常讲到华语，讨论到台语这件代志，做侪内容是安尼。亲像讲吼，咱几个小编常常咧敲讲后礼拜录影的主题啊，咧敲出即个录影时间的时阵，阮就会问讲，卡叔你后礼拜下晡4点敢有时间来录影？即个卡叔就是如果的意思。你较多讲到即个敲切即个词吼，其实吼就是华语咧讲就是。调度跟安排的意思，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欢乐。欢乐的意思吼，嘛是安排的意思哦。也毋过吼，伊的意思跟敲切有淡薄无共。譬如讲，这件代志就交你去欢乐。欢乐的意思吼，就较有你专款去安排的意思。哦，权力较大就对啊啦。敲切吼，就是意思就是讲吼，咱三个人来协调一下。这其实就是咱学校一个工课叫做舞监，负责这个调度。舞监。嘿，若是导演，就是会使用欢乐。舞监是啥？舞监是舞台监督。哎呦，你讲这专有的名词，我真正有当时听无。舞台监督。舞台监督。嘿，伊的工课就是调度。就是调度的意思。嘿，调度的意思。导演就是会使讲欢乐。欢乐，这个厉你真厉害咧！我雄想到诶，有够厉害咧！你看，你学台语吼，就是爱像安尼。你知影这个资料，你就当应用伫你的生活当中。来说来。过来就是吼，我阁有想到一项啊，我常常拢已经袂记这个词啊，叫做翻译。因为伫咧华语，咱常常对华语咧讲反正安怎。毋过其实咱是会使用翻译这个词的哦。譬如讲咧，翻译吼，我就是爱你紧转来啦。翻译吼，你就是紧家钱甲我摕来啦。我有欠你钱哦。我哪会知？我是常常欠迄个老豆弟是变钱，伊咧帮我买饭、买饮料。所以有当时嘛，我伊当时我袂记回钱，我拢会乖乖互伊哦。对。好啦，毋过我就想到吼，有一寡吼孤乐闭塞的代志啦。咱就会讲，我就感觉这个代志足了工的。常常这个时阵呢，我就会讲这件代志足晦气的。哎呦！这个晦气就是讲这件代志吼足麻烦的啦。你开头讲的孤乐闭塞这个词吼，你要用华语来讲就是狗屁倒灶。因为阮进前伫个 YouTube 顶管呢，第一字真趣味，顶管就解说到孤乐闭塞这个词，你也有兴趣的，你就去网络找看卖。你讲到狗屁倒灶吼，这个灶字嘛是咱常常咧用到，毋过伊听起来虽然讲真简单对无，毋过咱常常吼就是会甲灶骹这个字念做是厨房。当然这无袂使，这是有相共的啦，相共的意思。毋过吼，咱若是要讲一个所在我足熟悉，常常来，我就会使讲吼，我行这个所在。来到这吼，敢若行阮兜灶骹咧。你即摆行点边平，敢是敢若行灶骹共款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吼，来过来头啊，过来的衫安尼烫诶，裤，会无？无啦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敢若行到你个困房咧，迄都毋是灶骹，迄毋是灶骹哦，对咩？迄都毋是灶骹的程度啊。其实吼，咱为啥物今仔要讲这吼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其实有足侪台语词，伊原本伊家己的讲法。毋过吼，咱即摆有当时华语常常用直翻习惯啊。你就变成即个词，大概变更较常用，像你较多讲的，翻译的，含反正。反正，翻译的反正是共款意思，也毋过吼，翻译的较反正，翻译的是咱台语较常正讲咧用的一个词，反正就是为华语翻过来台语的。也毋过反正吼变较常咧用，但会当慢慢开始用翻译的即个词，你会感觉台语词其实有原本的讲法。你也当做观众朋友，你也有一寡你感觉是台语本地就有伊的讲法咧，你会当留话甲我分享，后时导等就来讲即个词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去看台语真连长哦，拜拜。